我哋都知道中山東區咧，喜灣道呢附近嘅樓咧，肯定價錢都好貴啦。嗱，就好似對面呢一個保利朗悅4.0住宅呢邊嘅價錢去到幾錢啊？總價去到200到300萬一套。但係呢度我只需要你1/10嘅價錢就可以攞到屬於自己嘅屋苑，並且係享受同樣嘅地段同埋配套。咁呢度咧就係43個平方，上下層高4.5米，並且咧係可以做到2間房嘅。嗱，咁想要低總價，又想喺中山安一個自己嘅屋企，並且地段配套都唔差嘅。嗱，呢度我覺得係非常之合適噶啦。雖然佢嘅面積唔大，但係佢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嚇。咁如果覺得2間房唔夠住點算啊？呢邊封咗佢，再1間房，3間房夠唔夠啊？咁同樣嘅功能性嘅廚房一樣係擁有一個獨立嘅廚房，呢邊放一個投影儀落嚟，咁咪會有一個獨立嘅客廳咯。下面咧同樣會有一個3分離嘅一個廁所，咁呢邊放多張餐台啊，一間溫馨嘅小屋就出嚟啦。咁上面嘅空間究竟係點樣嘅？嚟，攝影師行上去睇睇。既然係市區咧，呢邊嘅配套設施都好齊全，5分鐘可以去到萬象匯假日廣場，樓下超市、食肆、菜市場一應俱全，返香港都好方便。直通巴士就可以去到深圳福田口岸或者係深圳灣口岸嘅。好啦，想要一間屬於自己嘅細細地嘅屋苑嘅，想要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包嘅，我嚟過啦。